大家好啊，我係嫲嫲，今日同大家勾個初學者嘅頸巾，用摩輕勾嘅脖子圍巾，好細條嘅。你今日用織針喎，用4.5mm 嘅，2支織針就夠噶啦。3針、4針、5針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打返個裂喺度先。呢條圍巾仔咧係織俾我侄女嘅，佢又唔要咁闊，其實你可以加闊少少都得嘅。佢話細條啲可以成日用喎。我正勾開始織第二行，成日都話勾添，向下邊咁樣翹下線，咁樣，跟住到第二針，將條冷撥上嚟，跟住翹下，呢個高針，而家低針撥返落去，翹返上嚟，翹返上嚟就喺上邊勾，翹返落去就喺下邊。第二行勾完，而家開始第一針係唔需要織嘅，但係第二針因為係高針，所以將條冷拉返上嚟。呢條頸巾淨係高針低針咁嘅啫，冇花紋嘅，所以係初學者嘅。又織完一行啦，記住第一針係唔織嘅，咁將條冷拱返上嚟，
呢個脖子圍巾咧，就係咁樣成條都係咁嘅樣勾嘅，因為佢係漸變色咧，同埋我侄女話唔使要咩花款，所以咪同大家初學者分享下。因為我唔係幾舒服啊，所以把聲好難聽。我織多幾行先影俾大家睇，而家睇唔到咩紋嘅呢條頸巾。你睇我織到幾多行？好軟熟啊！咁樣織法，好幼嘅啫。如果我要最少要多8針，佢成條都係咁樣勾落去嘅咯喎。大概我諗勾45cm 至50cm 度啊，即係視乎個人嗰個頸個粗幼度咯。織得咁上下咪試下佢咯。最尾呢針就織嘅，第一針係唔織嘅。我咁樣都唔係織咗喎，要咁樣挑出嚟先係織咗咁樣。咁跟住我呢度係啦，我第一針冇織嘅。好啦，我哋繼續勾落去長度先，織個長度咧夠，再影俾大家睇下。我織到夠長啦，試過咁樣。而家同呢度收口先。第一針都係唔使織嘅，但而家全部都係織低針，跟住挑返前面個針，咁樣織一針，將前面個針挑，咁樣係啦，全部都係低針。
頭先呢度呢，唔記得影俾大家睇啊！我只係咁樣將呢度覆去，跟住喺呢度亂咗佢啫。頭先唔記得影俾大家睇啊！咁呢條頸巾就大功告成㗎啦，咁樣。係咪好簡單啊？都 OK 啦。如果初學者可以嘗試下咯。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啊！拜拜。